后来继续来看，有自称是台北振兴病院的员工，伫网络顶来分享，讲因今年的年底奖金有6个月，不过院方讲董事会也未决定。有这么好康的年底奖金，是不是会当甲人才留落来呢？护士工会的顾问讲，爱调整薪水，爱改善劳动环境，这是甲人留落来上重要的关键。医护人员开了一拼，守护民众健康。光老三弟拼要规年，讲到年底奖金，大家都目睭闭紧。真济振兴病院员工团电路咧也未相片，佮团主妇护理师分享，今年除了全院普发轮班，年底奖金平均佮发到6个月。潘秋咧嘛发真有名的点心可丽露，若买价是选伫咧星级酒店办桌，互真济做工作的看个是真心鲜。不过振兴病院无证实这个消息。大概疫情开始的这几年都维持大概平均快6个月。院务会议上面，院长又有讲到给所有的员工普发2万块。会很羡慕啊，但我觉得他们值得，他们真的蛮辛苦的。今年尾年底奖金是大家上关注的话题，亲像成功病院过去年底奖金是发3个月到3.75个月，马街在一个员工是发1个月年底奖金。对这个议题，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洪主任讲，台湾病院年底奖金会看病院性质和经营状况，若要发几个月，就看病院这几年来的经营成果，和对人才敢有照顾甲重视。短期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有增加某些医院留任护理师或增加护理师到职的这个部分的效果，但对于整体来讲并没有显著的这个帮忙。那我们也鼓励就是医院之间尽量的把这个盈余分配给一线的医护人力。只要留任我们护理人员，就是你要加薪，加在本薪，劳动条件改善，把我们的护病比就是下降，不要职场霸凌哦。那我觉得这个才真的是实质能够让我们的护理人员安心留任。医护人员当然希望钱领济，有担心的排班制，才有这条苦来落去。若6个月的年底奖金，已经让真济人是介心酸。嗨，大家好，我是颖彤。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